发生伫2019年，桃园有民众骑奥多摆，因为车路顶悬，台电的人空挂无平，害伤在的这台奥多摆累残，2个人拢跋倒骨折。桃园地方法院最近判决出来啊，台电和桃园市政府拢有责任，拢爱赔。车路顶悬，车来来去去，路边也常常因看到这种圆形、长形的人空挂，那用服无好，就会有启动。尤其落雨天积水，都可以让机车累残。骑摩托车会特别注意人孔盖或路不平之类的吗？会啊，也会啊，因为怕摔车啊。路不平啊，就是一骑摩托车骑下去哈，这样跳起来这样，那跌下去脸会朝地，还是我这更麻烦。在2019年，10点10人骑机车载15个女性经过桃园中立民族路，因为台电人空挂附近有启动，互2人摔车，骨头进去，提告台电甲永工处2个用户甲设置单位。法院审理了后认定，这事故台电永工处拢有责任。算医疗、看护加抚慰金等，要赔偿15个女子45万块，10点10人20万3千块。专案也过因上诉。本处受理后呢，也同意赔偿。当时呢，因为原告无法提出无法工作的损失证明及精神的抚慰金过高，迟迟没有跟本处和解。本案于事发前经养工处巡查后发现缺失时，即已通知台电对此案路面缺失进行修复。整个事发地点人空挂配合路边税收工程已经处理好，路面看无人空挂。永工处表示，依照桃园市道路施工维护管理要点规定，人空挂收费1公尺，由公线机构负责巡查甲养护责任。款照会阁无清楚，针对判决结果，永工处甲台电拢会甲法律单位研究了后，阁决定是毋是要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